小學只有藝術隊嘅揾食少。我係視藝之星陳柏永。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嚟到葵涌警署進行葵青同心牆壁畫活動。活動主題係畫美麗香港，係由瑞典藝術家所設計嘅。呢個活動邀請咗葵青區內唔同階層同社群人士喺葵涌警署外牆共同參與壁畫活動，目的係希望透過藝術嚟為我哋嘅社區注入更多色彩，同創動入社區。壁畫設計係以葵涌社區特色同香港自然景觀為重點，以建立更緊密嘅社區聯繫。當日嘅壁畫活動十分精彩，而家就等我哋同大家一齊同重溫當日嘅花絮啦！活動體驗真係好難忘啊！各位同學都好享受其中，大家經過葵涌警署外牆嘅時候，都可以觀賞下咁靚嘅壁畫啦。希望下次嘅視藝活動都有你嘅參與，讓藝術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令社區變得更加美好啦！拜拜。